字顯字係8。好，嚟一起步跑得好快，慢咗，最快彈出嚟嗰隻呢就係獵寶勤嚟㗎。咁啊見到第2位嘅馬啦，中間有天火同德啦，咁啊再見到外邊呢仲有呢隻千杯啦。第4位戰旗飛啊，內欄第5富貴區，第6位63紅帽呢就東方福寶啊，內欄紅3咁啊呢個63紅帽第7位呢仲有天喜雲啊，後邊嗰5匹馬力險大將快樂寶寶啊，尾3跑得好快啦，尾支快活同盟啦，暫時殿後都幾搶口喎，嗰隻就太行美景嚟㗎。好啦。過呢個600米段處啦，獵寶勤就貼欄放嘅，第2位嘅馬外邊走上去就千杯啊，第3位黃帽外邊係天火同德啦，第4位埋邊內欄位置有富貴區啦，第5位粉紅帽有戰旗飛啊，內欄位置就天喜雲啊，攞出去外邊63紅帽就東方福寶啊，後啲嘅馬匹啦先有快樂寶寶掟到最出呢，就係呢隻力險大將啊，跑得好快嗰啲馬，最後200零米啦，前面獵寶勤拋離對手有個幾身位啊，埋邊追上嚟嘅嘛就天喜雲嚟嘅，中間有粉紅帽嘅戰旗飛響入邊上太行美景，外邊呢仲有隻快樂寶寶啊！最後100零米，獵寶勤擺咗喺前面走一放到底啦。第2名嘅馬係天喜雲啊，第3呢戰旗飛。至於跑第4名嘅馬埋邊位置又係擠咗一段嗰隻太行美景啊！結果今場賽事係咪真係贏在起跑線呢？咁啊一開閘就已經彈出嚟，就係呢隻獵寶勤，結果一放到底啊！天喜雲第2，知名大熱係2。好嚟一起步領航傳奇淺藍衫啊，稍為慢啲嗰隻嚟㗎。好啦，前面快嘅馬大外檔啊，有幸運福星啊，中間白衫2號走上去神驅馬靈啊，內欄位置朗日雪風啊，中檔第4位飛躍海船粉紅帽，第5美麗歡星，內欄第6呢仲有神燦金剛啊，響外邊橙色眼罩藍帽嗰匹就電信驕陽，依家走緊個4踏要上去㗎啦。後呢個馬匹啦，尾4咁啊有藍衫黃帽就風雲喎，尾3內欄位置黑衫嘅焦點啊，殿後一隊魅力之福淺藍衫，暫時包尾呢係領航傳奇嚟㗎。好啦，跑對面直路啦，前面放嘅馬呢就幸運福星啦，響外邊啊電信驕陽已經係走咗上去啊，第3位嘅馬咁啊埋邊位置神驅馬靈啊，外邊呢仲有粉紅眼罩第4位有美麗歡星啊，朗日雪風嘅內欄第5、第6位就飛躍海船啊，後邊嗰5匹馬神燦金剛啦，出邊尾4藍衫黃帽呢就風雲啦，後邊3匹馬仍然係焦點魅力之福啊，殿後嘅馬匹係領航傳奇嚟㗎。好啦，過埋呢個600米段處啦，大家嘅位置變動上面都冇喐過喎，貼欄放有呢隻就幸運福星，外邊跟第2位就電信驕陽啊，再後邊嘅第3位啦，神驅馬靈啊，埋邊白衫嘅美麗歡星褪咗啲喎，中間第5位有朗日雪風啊，後多層飛躍海船掟大外檔有風雲啊，焦點嗰啲馬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幸運福星拋離咗一個身位啊，神驅馬靈呢就中檔追，後多層啊嘛，中間咪只有朗日雪風啊，出邊係風雲啊，大外檔仲有隻焦點啊，最後100零米神驅馬靈依然佔先啊，但係外邊焦點逢馬過馬殺上嚟嘅勢相當勁啊，中間風雲呢響第3位接近終點，焦點大外檔橫掃啊，跑第2名埋邊神驅馬靈啊，第3名係風雲，第4名呢就朗日雪風啊。結果今場賽事焦點都處於一個幾被動嘅位置啊，內欄尾3，但係入彎掟大外檔，咁啊結果收韁贏馬，神驅馬靈跑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都算幾齊集雙嘅，快少少中間本領非凡嚟㗎，外邊有2隻㗎，啡色衫得意佳作啊，最出多利神驅走埋上去喎，中間橙衫紫色眼罩贏月都走埋上去，埋邊呢仲有耀昌盛世啊，大約內欄第6位就八心之星啊，後多層啊嘛，攝咗去內欄黃衫淺藍帽，咁啊有呢隻就康昌之星啦，後邊嗰5匹馬粉紅帽尾5中檔有極速滿貫啊，內欄尾4就無極勇將啊，寶城之星外邊尾3喎，63嗰匹啊。殿後一隊有赤風嚟，63響佢外邊係同心嚟㗎。好啦，接近對面嘅直路頭啦，放咗出嚟跑㗎嘛，係得意佳作嚟嘅。跟住喺第2位啦，外邊有多利神驅，內欄第3贏月，第4本領非凡，內欄第5八心之星，第6位外邊仲有耀昌盛世啊。後邊嘅6匹馬，康昌之星極速滿貫，寶城之星尾4啊，尾3無極勇將，尾2同心啊。暫時殿後仍然係嗰隻赤風嚟㗎。好啦，過埋呢個800米段處啦，大家都定晒位，冇乜變咯喎，前面放啊嘛。都仲係呢隻得意佳作嚟㗎，外邊有多利神驅啦，第3位埋邊就係橙衫嗰隻贏月啊，第4位本領非凡啊，第5位內欄有八心之星，外邊第6位耀昌盛世，內欄第7灰馬黃衫康昌之星啊，後啲嘅馬匹啦，先見到極速滿貫無極勇將啊，尾3同心尾2赤風嚟啊，咁啊收到好慢咁滯咯，就係嗰隻寶城之星啊，好啦，最後直路得意佳作中間佔先，埋邊追佢㗎嘛，有贏月，中間上嚟多利神驅。
區，出邊冚仲有本領非凡，後多層就康槍之星，最後百零米埋邊贏住上咗嚟，咁啊中間位置得意佳作，出邊仲有本領非凡，接近終啲埋邊位置係贏月啊，外邊有本領非凡，中間夾住啡色衫係得意佳作。第4名嘅馬匹呢，咁啊就臨尾有少少力弱啦，係嗰隻多利神區嚟㗎。結果今場賽事頭3名都相當接近啊，全熱門係6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慢咗嗰隻呢就眼健康，內欄粉紅衫快嘅有瑞木啊，中間團長好美洲狼，淺藍衫呢仲有驕陽紅心啊，出邊粉紅衫啊平天紅啊，內欄攝咗上去咯，就係勁進非凡黑衫黑帽嗰匹啊，中檔位置有環同啦，內欄大約尾5到啦，咁啊有呢隻就良區好友走咗出去中檔啊，尾4內欄呢就眼健康，外邊紫色衫紅帽尾3就幸運愉快啊，殿後一對嘅馬分別有樂河同埋一隻呢就勤德佳備嚟嘅，去到對面直路中尾段啊，團長好就貼欄放嘅，咬住第2位就美洲狼啊，內欄第3就係粉紅衫嘅瑞木啊，第4位淺藍衫有驕陽紅心，內欄第5黑衫黑帽勁進非凡啊，響中檔良區好友啦，外邊位置係環同啦，後呢個馬匹啦，只有眼健康啦，掟出去外邊幸運愉快啊，尾3係樂河，尾2係勤德佳備包咗落咩平天紅嚟嘅，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團長好少少優勢，瑞木攞正個平衡追緊，中檔位置上嘅馬呢，咁啊仲有驕陽紅心啦，出邊呢仲有良區好友啊，最出係幸運愉快埋邊勁進非凡啊，最後百零米啦，瑞木響中間呢就壓住咗埋邊團長好，團長好比落亦都有反應，依家先追到上嚟啊，勁進非凡啊，咁啊外邊位置仲有隻驕陽紅心啊，咁啊結果邊隻贏呢？似乎中間粉紅衫嘅瑞木呢就壓住咗埋邊嘅團長好，勁進非凡響入邊呢就等咗一輪，咁啊結果好遲先至衝。黃琪佢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就戀愛狂啦，埋邊紅眼罩第2位過關勇士，內欄橙帽第3雷神太保啊，中間深藍衫騎上去嘅中環精英啦，出邊橙衫啊凌利標區啊，大約跟住個第6位就銀刺勇士，外邊灰色衫嗰匹啊，再後多層紅前到啊第7位搶唔到喎，馬林中間聖多多小魔怪，內欄天外富天啊，後邊嗰2匹馬分別係前衛火影同埋天下寵兒嚟㗎。向住對面直路嘅中尾段進發啦，放咗出嚟跑嘅馬係過關勇士嚟㗎。響外邊位置啊，走咗上嚟啊，凌利標區咧，銀刺勇士啊第3，內欄第4咧就雷神太保啊，中間第5藍衫中環精英，外邊第6紅衫就紅前道啊，內欄第7啦，橙帽嗰匹咧就天外富天，後呢個馬戀愛狂，外邊啊聖多多揈到最出小魔怪，內欄尾子藍眼罩咧就係前衛火影啊，響後邊天下寵兒嚟嘅。好啦，最後200零米啦，過關勇士中間佔先嘅，咁啊見到外邊凌利標區追佢，原欄打上嚟噶嘛，仲有隻雷神太保啊，後多層啦，出邊啊小魔鬼啦，中檔紅前到聖多多，接近終點，雷神太保贏啊，跑第2名呢就過關勇士，第3名嘅馬呢有呢隻凌利標區，外邊追上嚟跑第4呢就小魔怪啊，結果今場賽事呢隻雷神太保，咁啊當然藉住個靚檔之利，都緊守一個非常靚嘅位置。直路上面一攝入內欄，咁啊結果拋甩對手，打開離香港6場4班1000大熱力4，準備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啦，鬥快啦，前面快噶嘛，美麗登場，外邊位置王者有利啊，第3位外邊係天火同人，中間第4呢，仲有搖搖一上埋邊啊，萬眾開心紅衫嗰匹嚟噶，後多層嘅馬啦，福進響個馬林入邊紅衫嘅，內欄紅桃新星啦，外邊係電子好好啊，尾4位置淺藍衫呢，仲有妙玲瓏啊，後呢個馬匹啦，先有添開心星象響外邊啊，包咗落咩上船啊，好啦，轉緊彎啦，美麗登場就貼欄放嘅，外邊王者有利啊，拍住佢啊，黃帽天火同人第3，內欄第4萬眾開心啊，第5啦，內欄紅桃新星中檔淺藍衫搖搖日上啊，後邊嘅馬仲有福進啦，揈咗去外邊追啊，電子好好啊，攝入去入邊上啊，添開心啊，最後200零米啦，美麗登場仲有少少嘅優勢，王者有利開始追佢，外邊上嘅嘛，仲有搖搖日上，中檔位置天火同人啊，入邊追緊上嚟就紅桃新星，最後100零米，王者有利炒啊炒啊炒咗上嚟贏啊，跑第2名呢，係咪？收住都第2啊！嗰隻紅桃新星，因為有啲左啊，入邊美麗登場又好似片咁樣，出邊呢就係嗰隻天火同人啊！結果呢隻3個王者有利，尤其臨尾炒嗰幾邊呢，又真係好似衝上嚟幾勁咁啊！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灰馬嗰隻紅日射快閘啊，出邊紅衫有燭光晚餐啊，
最出淺藍衫領航君子，中間黃衫騎上去呢，仲有富心星啊，內欄就有進同心走埋上去啊。跟住呢群馬後邊啊，第6位啊就係馬力啊，第7位白衫白帽中檔位置仲有藍地球啊。後邊嗰幾匹馬啦，品德寶寶藍眼罩尾4外邊嘅，咁啊尾4拍住佢中間呢，紅眼罩價值傳承埋邊2號前莊啊，中間夾住黃衫就飛來閃耀啊。咁啊殿後嗰匹馬呢，就係嗰隻贏完又贏嚟㗎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咁滯啦，領航君子外邊佔先啲嘅，埋邊啊燭光晚餐啊，富心星就中檔第3位，埋邊有進同心啊，中檔追有馬力，最出嗰邊啊品德寶寶同埋價值傳承，仲有隻灰馬紅日射，最後100零米領航君子外邊呢，仲有半個馬位優勢，咁啊見到中間位置富心星馬力一對追緊上嚟，入邊燭光晚餐接近終點啦，外邊位置領航君子兜個大彎都贏啊，第2名呢，好接近嘅喎，咁啊中間馬力啊上咗嚟。黃衫黃帽入邊10號富心星，內欄紅衫呢，仲有燭光晚餐，出邊紅眼罩姍姍來遲啊，係嗰隻甲。準備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快閘嘅馬呢，見到中間位置有贏威馳喎，擺前啲啊。咁啊最出嗰邊有包裝戰士啊，入邊啊奔放啦，內欄粉紅眼罩，仲有智勇名區4隻馬比較快嘅。大約跟住個第5位就紫神之星啦，內欄咁啊5、6位到啦，白衫黑帽中國心啊。咁啊後邊嗰6匹馬啦，妙算強人哪吒啦，尾4位置有升價，尾3呢就風神啦。殿後一對馬長勝將軍紅衫就向尾2啊，包錯落尾嘅馬呢係勁大威猛嚟㗎。好啦，接近12米嘅段柱啦，前面放嘅馬呢就係奔放嚟㗎。跟住喺第2位嘅智勇名區呢，有贏威馳紅衫第3位，內欄第4有白衫黑帽就係中國心啊。藍白環間衫第5位有包裝戰士啊，後多層啊嘛，紫神之星係紫色衫啦，內欄位置淺藍衫淺藍帽妙算強人啊。後邊嗰5匹馬哪吒啦，風神響尾4啊，尾3位置啊升價啦。殿後一隊紅衫黃帽外邊啊長勝將軍，埋邊暫時包尾嗰匹馬呢係勁大威猛嚟㗎，向住600米嘅段柱進發啦，奔放依然係佔先咗大約有半個身位嘅包裝戰士就響外邊呢進佔第2，埋邊第3位有智勇名區啦，紅衫第4有贏威馳啦，第5位白衫埋邊中國心，第6位紫色衫紫神之星啊，後邊嘅馬妙算強人哪吒，尾4啊風神啊，尾2升價，尾2呢就係長勝將軍啊，後邊嘅馬呢就勁大威猛啊。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奔放支離咗一個身位，包裝戰士就開始中檔追啊，揈出去外邊上噶嘛，有中國心啦，最出嗰邊仲有紫神之星啊，偷內欄上仲有長勝將軍啊，最後100零米奔放支離一個身位，見到中間位置風神上嚟勁喎，入邊長勝將軍，最後50米風神響中檔透出，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呢，長勝將軍，第3名奔放，第4名啊妙算強人啊。咁啊結果今場賽事呢隻風神早段都落後啊，尾3、4啊，咁啊入彎沿住個中檔追，尾子入直路長勝將軍追上嚟第2，放頭馬今日冇乜邊隻甩過噶，奔放係12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呢，冚天鐵翼中間快活英雄都快啊！咁啊見到內欄啦，藍白環間衫啊，包裝名將進佔第2位，出邊啊金牌活力進佔第3啊，內欄第5多威心得，中間第6位嘅馬呢，仲有自滿同行啊，內欄位置好好戀愛啦，外邊啊預燈啦，尾4係呢隻粵港之區啊，後邊3匹馬分別係好節拍啦、真心傳奇啦，暫時殿後係非凡豪傑嚟㗎，去到對面直路中尾段接近呢個600米段處嘅時候呢，快活英雄原來係放頭嗰匹啊，外邊仲有隻金牌活力啊，內欄第3啊包裝名將灰馬，第4位冚天鐵翼，內欄第5多威心得，內欄第6呢粉紅衫做個好好戀愛，外邊位置自滿同行啊，後邊嗰5匹馬啦，真心傳奇粵港之區外邊預燈啊，包尾一對紫色衫非凡豪傑粉紅衫嗰隻呢就好節拍嚟嘅喎，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快活英雄佔先啊，金牌活力就向佢外邊追佢噶啦，後多層啊嘛，中檔位置有包裝名將，外邊追有冚天鐵翼，最出係自滿同行嚟噶，最後100零米快活英雄都好大隻噶，咁啊拋甩咗個零身位到啦，外邊自滿同行追上嚟，中間金牌活力啊，接近終點快活英雄擺前面走，一放到底啊，第2名啊嘛，自滿同行外邊追咗上嚟，中間第3係金牌活力，咁啊埋邊包裝名將啦，灰馬呢隻冚天鐵翼咁啊影相啊，結果今場賽事咁啊亦都迎合到今晚嗰個場地形勢啦，擺前好着數。多謝大家收睇啊！如果你中意我哋呢條片嘅內容嘅話咧，可以撳一撳 subscribe 呢粒掣，然之後可以開起埋隔離個小鈴鐺，咁樣你就可以最快最新咁樣收到我哋嘅資訊啦。如果你有啲咩想同我哋交流嘅話，即管喺下邊留言，我哋見到就會即刻覆你噶啦。多謝大家。